ministry of in Panama. OK， 我唔知你知唔知巴拿馬係中美洲一個好細嘅國家，成個國家得個330萬嘅人，而其中已經有15萬係廣東省花都市嘅人，佢哋好多都係講廣東話。當然鄉里見到呢，就講翻客家話啦。喺巴拿馬呢班嘅唐人，佢哋可以講叫做困苦流離，好似主耶穌話見到呢啲人，佢就起咗憐憫人嘅心。我哋過往98年裏邊開始喺巴拿馬有短宣嘅工作，起先係1年去一次，漸漸1年去2次、3次、4次。咁我哋已經係決定咗，今年嘅10月份就會搬落去巴拿馬嗰度。喺巴拿馬，我哋最主要負責工作係負責一個叫做 Church Development， 即係教會發展嘅事工。我哋喺巴拿馬京城裏邊已經有3間嘅宣道會，咁喺距離京城有3個半小時車嘅地方，另外有一間宣道會。但沿途1個鐘頭嘅時候，有一個地方叫左城 Chorrera， 我哋已經喺嗰度有差唔多8、9年嘅工作。我哋亦都預算喺嗰度定為福音站。當時機成熟，神有足夠工人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開始另外一間教會。再入3個半小時一個地方叫做聖地牙哥 San Diego， 嗰度我哋已經成為福音站有2年嘅時間。如果我哋第2年有足夠人手，我哋會開多另一間教會。喺巴拿馬裏邊呢啲嘅華人，通常真係做工作係朝7夜晚11，好多青年人15、16歲喺中國裏邊讀唔到書，或者爸爸媽媽希望去外國揾美金嘅時候呢，好多人呢就送咗佢啲仔女過嚟巴拿馬。有啲係正式申請，但絕大部分係偷渡去，俾2、3萬蚊嗰啲嗰啲嘅偷渡費用，所以佢喺度打啲牛仔工，同啲親人做2年或者3年工作，包佢食住就冇人工。當佢做完之後，佢就可以自由身出嚟。咁有啲人借錢，咁啊或者佢同親人借些少錢，或者再打個工賺些少錢，咁又開鋪頭。咁開鋪頭又係一世一個循環咁樣。所以我哋見到咁需要嘅時候呢，我哋預算呢就喺巴拿馬裏邊開一個叫社區服務中心。其實呢，感謝神喺2年前已經買一笪好大嘅地方，有10萬嘅平方呎嘅地方，嗰度有一座 building， 有一個地方已經係一個室內嘅，可以成為教會。喺隔離我哋預備起一個社區服務中心，裏邊包括有托兒所、幼稚園，跟住希望有小學，以至日後發展到有中學，成一間巴拿馬宣道國際學校。咁呢個係我哋嘅夢想。咁喺夢想一路進行緊裏邊，短期內我哋起一座3層高嘅社區中心。喺中心裏邊，我哋提供一啲嘅職業訓練、水電同埋裝修啦、會計啦、做麵包西餅啦、剪頭髮啦、插花啦，咁至於其他嘅工作。我哋希望藉住呢啲嘅工作或者技能訓練，接觸到呢班青年嘅人，以至佢哋喺裏邊能夠學習到一啲技能，以至佢哋日後唔需要做嗰啲叫做伙食鋪，因為伙食鋪朝頭早開7點至夜晚11點，佢哋時間好長。如果你信耶穌想翻嚟教會嘅時候呢，佢哋冇錢請工人，所以佢上咗鋪先可以翻嚟教會。但係有時佢計過，一上鋪之後嗰4、5個鐘頭，可能唔見得200、300蚊，佢哋又好唔捨得。所以我哋唯有提供另一個嘅職業訓練俾呢班人，有好嘅訓練嘅時候，佢就唔需要好似日日要留喺困咗鋪頭裏邊，好叫佢生活能夠唔需要擔心，亦都能夠有機會翻到嚟教會。呢個我哋就可以全人福音裏面嘅訓練。所以呢個計劃叫做巴拿馬宣道會社區中心，亦都總部已經認可咗。弟兄姊妹，你奉獻，你可以寄去總部俾巴拿馬社區中心。咁請你繼續為啲事工祈禱支持，希望你有機會都落嚟參與啲短宣機會。我哋每逢2月中就有一個中文同埋西班牙話嘅青少年營，通常有100個本地青年人參加，喺啲福音營同埋栽培營。7月尾至8月初係英文營 English Youth Camp，the last week of July and the first week of August。咁嚟講英語嘅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來幫手。我哋更加鼓勵能夠一家人，爸爸媽媽可以做嗰啲廣東話工作，
青年可以做啲英文型嘅工作，完咗之後一家人喺巴拿馬裏邊唞翻2日，去啲沙灘度玩下休息下，咁然後先再翻嚟加拿大翻工做嘢呢，咁啊更加理想。所以巴拿馬有15萬中國人，請特別你哋紀念呢件事工，有興趣同我哋聯絡，可以上網 www.cmapanama.org 就會聯絡到我哋。OK， 多謝大家。